新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，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出太到台湾本岛，还會去到離島接受各種嘅挑戰咯。有的任務愛自家來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會同朋友共下合作了。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共下來去搞哦！澳洲新8點鐘，耶！上一期嘅任務主要係愛相互認識。行葡萄的世界，相互了解，和本組來做投射器來搭水球比賽，大家當腳就熟悉誒，有的已經係好朋友誒。以下嘅節分由你披顯，韓國入娛樂，簽時亮線，今日還有哪條任務等等大家呢？一下係打造6點，任務就開始了。打造翕相，到7點以前翕一張相片，韓國用兩個字來安名誒，在嗰啲1分鐘內來簡單手記同說明，時間內傳送名錄就得嚟到1分。親密製作團隊會打票選出慶賀嘅一張，再個加1分。6點50點就要交這張照片，然後我們5點半的時候起來。這裡是台北市北投區，快累死。不然就在這裡拍，然後標題是群山。因為我們是面對山，然後呢背向鏡頭，然後露出歐洲那幾個字。因為我覺得歐洲48個小時，讓我們可以看到大自然，看見大自然。你去拍山好不好？哎，不行哦，山我們已經拍了。拍天空啊？我覺得沒。人不是要入鏡？對啊，人要入鏡，你又不是在天空。藍隊來拍哦，我要搶你們的櫻花樹。因為我的想法是說，找一個花跟人都可以共同用的詞。我覺得手怪怪的，觉得怪怪的。嗯，这个不错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不錯哎。婆婆，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拍一下照？好。不要，乖的。乖哦，没有很正好。該感謝伊，不過我哋咪係感覺到，唔係幾好，故所我哋要去草地帳篷嘅，要翕一些嘅相片，我哋就會一直挑，我哋就挑出最完美的一張。我們的主題是回歸，因為這裡是一個很多大自然的環境。我們的照片主題就是我們3個人面向那座山，然後剛好回歸這個詞就是我們回歸大自然。然後澳洲第3季也在6月要回歸客家電視台，所以我們就用回歸這個主題來形容我們3個。我們這一次照片的主題是燦爛。我們跟櫻花合照，因為我覺得我們笑得跟櫻花一樣燦爛。我們的主題是早安，一早起床呢，看到這些綠色的植物，就是對眼睛很好。那剛好我們也是綠隊，那這樣就很配，就是這個地方的樹那些的。我們的主題是姐妹，因為我們一開始大家都是陌生人，大家都不認識。那我們經過這2天之後，我們從陌生人變成朋友，然後再從朋友變成姐妹。我們覺得用朋友的話，就是沒有那麼親近，不能夠形容我們的友好，所以說，所以說我們就用姐妹來形容。搶頭藍隊人騎樹，1票，恭喜你哋！
唱跳绿队的人结束。这个任务希望大家发挥观察力、表达力同创意。没想到在按短的时间，大家都有按赞到嘅作品。恭喜冯翠、陈娟、阿顺利同阿小贤用飞龟得到10個票。欣赏睇大作按獎嘅風景過後，大家咪愛數帳篷了。20分鐘內數會好加1分，請夾數好再個加1分。曹本日在送人帳篷嘅風水一下就可能會被人夾了。另外一個是折外帳，去折外帳，去折外帳，你去折外帳。我們去弄外帳，我們把外帳疊好，你只把它折好。好，學我。哎，羅靜，這我會。你跟第二個去搞外帳。跟這個東西吧。你跟第二個搞外帳。跟這個東西吧。恭喜6歲阿子怡、阿葉玲、阿健樂親選數好。快點，他們快好了。哦，防隊好了。好了。最小的時候最小，跟我們預計的不一樣。冇想到老豆為親家數好嘅風水，青米還係經過阿皮賢去搞帳同帳篷數好。原來阿皮賢屋下有10個嘅帳篷，韓國佢接上去露營，莫怪對帳篷按了解。露營做得集群太自然，還做得成一間認識團團。故說阿爸阿妹從頭到尾到各地去露營，在高場當中，愛好我哋用班搭帳篷，出現鋪上風水嘅大步，並好原裝。清楚快樂方向，再過來參與國家，再將每張獻上去，按樣就做得嘞。接下來愛進行今本日清好得分嘅任務，唔是講未愛重新換組了，大家準備好嗎？風水係阿子怡、阿皮兒、阿小賢、阿葉樂，6歲有阿正義、阿健樂、阿白瑞、阿順利、阿葉玲、阿玉心、陳娟、阿皮賢係藍翠。過關遊戲，第一篇按獎嘅幾項水土保持延期度好，方便9位關卡。40分鐘內建完成一關就得到1分，大家努力搶得分哦！先去玩它，協調合作，協調合作。你甩，預備開始。默契還不是那麼好，然後我們就是有卡關，然後就是常常會打到腳啊，不然就是那個流手汗的時候，那個繩子整個飛出去了。谁要操作谁要跳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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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要跳。你们3个都会跳，谁要操作？我们比谁会跳，我们比谁会跳。1、2、3，來。預備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Go！ 倒了出來。哇！哎，這裡就有一關。反應開始。快點，不要把。夠了！打一點太小了吧？夠了！我們要不要站多練的人在那邊風往這邊吹？啊！哦，掛掉了。啊，這樣子。我來拿好了。往後
上，往上，往上。啊，往上，往上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，往上。等一下，拍到了。我感覺團體合作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東西。還沒落地，還沒落地，還沒落哪裡啊？哪裡？那有一關，那有一關。肢體表達，肢體表達。哎，肢体表达我可以。貓咪，唔錯啊！比快點。啊？記好，不要忘記。不要一樣，和都一樣的動作。貓咪，講錯咧。然后这样，几个字？然后是这样。鬼脸。唔錯啊！我换跟你换。小鳥，唔錯啊！他蝴蝶哦。講錯咧。老虎。講錯咧。怎么那么准？我们恐龙哎！你真的超像恐龙。这里说什么？但是发给成员2张拍好的照片，找游客做出照片中的姿势并进行拍照。比爱心，比爱心好啊！比爱心，哇，好棒哦！我刚刚捏鼻子，我做给他们看，我做给他们看。好像这样子，哎，你爱心。風吹衣裳都較強健少，韓國大家汗毛按甲線，比單色同協調合作要2關同較久，親密完成5個任務，做得加5分。6歲嘅阿正義，天天呢看得出有2處會用嘅哦。韓國阿寶有嘅表達方式同有創意，唔過雖有一場看唔順呢，還愛好好培養默契。遊戲也得7分。你們好，從這邊什麼啦？藍翠親密嘅記憶關當打賞，已經超過時間冇辦法算分，親密完成6關得到6分。哇！大家喺過關遊戲當中都發揮嘅團隊嘅精神，各隊嘅成績都猛猛嘅。接下來還有一個動體片嘅挑戰等等大家哦，係嘛嘅喏？奇怪，有啲東西係愛做乜嘅任務啊？原來接下來嘅挑戰係愛搶大家自家來實嘅任務。實嘅任務，特組選3樣東西，限定20分鐘內設計出一個遊戲，韓國愛做題俾大家看。工作人員同按到成員會來打票，前後9嘅前3名得3到1分。這樣子，啊，掉到那裡，然後換手機，啊，掉了。
掉。再一次。那码表就可以计时，看你。对，然后码表计时一个时间，然后可以唱客家歌，要唱一首，一定要唱一首。要不然就摇呼啦圈，然后唱客家语。我摇看，摇一下。哦，好难哦。摇呼啦圈真的好难。可以摇哎。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挂着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拿着。OK， 我想到一个更好笑的，就是在那里面跳绳，不要被泼到水。哎，也可以，边泼水，然后呢，你身上不可以有那个任何的水。来了，反正他身上没有麦。我在边看。好不好？可以在那边玩水。可不可以玩水耶？好像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谁先投进去？不可能呐！可以啊，这样。会倒。我知道，让球滚这边。哦，跟保龄球瓶同样的道理。保龄球，哎，这样。对，哎，我想到了，就是我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请人抛球，然后要这样接住，接到算一分。那线要做什么？就是限制啊！我知道。时間到咧，各組任務實際當中嘅呢，先來看下風吹嘅示範。我们这个游戏就是又有加进一些课语，我叫就是课语套圈圈。首先我们会问问题，你喜欢做什么运动？你好嘛嘅运动。你要回答。大气。你假日都在做什么？你不用要就在做马街。第二个回答。来看欧洲西八点钟。答对的人要拿着呼啦圈套那个人，然后套进就对不对？41秒。風吹貼片老客花，變到遊戲度空，當用什麼？接下來嘅綠吹，該用嘅來用三角錐，索嘅同球嘅呢。我们的游戏叫做凌波欢乐球。那游戏玩法一开始是会有4个人，然后4个人都在站在这个线后面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角锥。那第一个人会拿着角锥，然后拿着球，从这边钻过来，一直到这边之后，又可以用手把这个丢给对面的人，然后对面的人也可以用手接。接完之后换对面一个人拿这个角锥，然后穿过去一样。一直轮到第4个人到了之后，这一组就会加1分，然后接下来4个人都在这边，这个球会这样传到一个人，比如说这样就是1分，那总共会有4次机会，就是这样转4圈，最多16分，看你们有多少分。綠吹嘅創意咩懵懵嘅，唔過用三角錐來傳球嘅，以場無按改哦。請你來看那白水面嘅風吹嘅遊戲啦。我们的道具就是一个雨衣，然后后面那条跳绳跟一个水桶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欧洲水，你要从那边跑过去，然后再用爬到终点，然后先抢到雨衣的人就是赢的，然后要把雨衣给输的人穿，有5秒时间可以穿，赢的人5秒之后直接泼在那个人身上。就感觉很刺激，很好玩，很凉。就因为我们穿了，就是有时候不想让衣服弄湿，所以就要赶快的爬，然后拿到那个水桶，而且泼人的感觉很爽快，就被泼感觉很爽。对，然后几乎5秒之内根本很难穿好雨衣，所以只能少部分人挡一下。風吹加入水也好元素，大家都搞到當聽，可以來根據就會顯出來了。唱跳風吹嘅人聽數。恭喜風吹單陣得到青島票，得到3分，綠吹2分，風吹1分。遊戲進行到呀，就到迷航嘅，最尾嘅任務係合法考驗，今晡日愛示範2組對話。第一組係
唔好做乜嘅運動，愛好游水，愛好做運動，愛好打球嘅，愛好打球。第二就係唔了日啲嘅做乜嘅，來看歐洲48點鐘，看歐洲48點鐘，同朋友出去了，看故事書。阿伯瑞同阿小賢東打雙模同歌，鼓手強做嘅阿葉玲同阿澤一每場得到1分。好乜嘅運動？好打球，愛好跳舞，愛好慢走。講出嚟，恭喜！其他組都通過了，得3人各得2分。總算48點組嘅任務都完成咧，千斤重嘅時間來了。唔過，先來看下大家嘅排名。第3名，這幾年怎樣？我第3。我覺得很開心，就是我可以進到前3名，就是我的願望。看到那個信封一打開，上面用紅字寫了大大的2。然後我就很開心，就覺得自己竟然可以從台灣的孩子裡面，然後被選到這12個裡面，12個，然後再變成第2名。前六名往前站一步。第6名。上面有號碼是嗎？什麼？上面有號碼就是。對呀。你第幾名？我還是忘記。很讓我驚訝的是，我竟然拿到第1名，就是真的是沒想到的。因為我第1天的時候是幾乎怎麼都不講話那一種的，然後第2天竟然就可以拿到第1名。阿順利同阿葉玲同樣係第6名，按來每一個問題來本輸贏。萬玉新住哪裡？不好意思，還是屏東萬巒。恭喜阿葉玲搶答成功，得到第6名。好，雖然能選出前6名，不過也拜託決賽以前唔可以有人本人淘汰汰，也到6殺才係得到選擇的機會。請問你是選？我選曾毅跟我一起去。我想去馬祖。我要選羅純禮跟我一起去。我要選少軒跟我一起去。我想要去澎湖。我想去馬祖。我很想跟羅妹在一起。我羅弟、羅妹還有雕哥都已經說好，我們4個要一起去馬祖了，只是沒有辦法。我覺得他人很好，都會幫助別人，然後只要有困難，他會就是一定是跑第一個。我很希望他可以順利抽到馬祖。就覺得說他們2個是好朋友，可能是因為說我沒辦法選擇跟他同一組，所以才很難過。寒假個48點鐘已經結束嘅，短短的時間，大家已經係好朋友了。接下來愛伴咗兩歲去澎湖、韓國馬祖，前面再個對兩歲突出前3名來參加總決賽。乜嘢會得到決賽權呢？我也就搶下來其他接下來嘅離島任務啦。我覺得我們的過程很開心，我們不是為了追求分數，而是在合作，然後努力做好這件事情。你講的冇錯，我是